好，我们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在今天虽然变寒冷的早晨，我们依然聚集在这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第一首歌《我要全心赞美》，我们一起来拍手。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主，我们要全心赞美，我们的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主，你在我们一人棚里，我们欢呼声要永不止息。全心感谢，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主，我们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一人风里欢呼声永不息。感谢主，让我们聚集在这边。主，我们要在这边聚集在这里一起，我们热切期盼遇见你。主，求你天的敞开，主，求你的道传遍。神的子民可以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将刻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好，我现在邀请弟兄姐妹找3个人跟他说，很开心在星期天的早晨遇见你，我们来一起敬拜主。子民，神的子民可以聚集，
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新的力量就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倒海星星，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你将和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我们一起拍手，感谢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主，你是荣耀君王。主，我们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主，我们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主，祈求你复兴我们。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我们恳求你，主，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都寻求主你的同在，主，我们每一天都要来敬拜你，主，我们欢迎你降临，主，我们这一生渴望看见神你的荣耀彰显，主，祈求你每时每刻与我们的同在。你是宇宙的中心，耶稣，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
主，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主呼求求你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主，我们呼喊你的君王降临。我们一起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更不更多看见你容面，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灵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再一次感谢你，在这一周对我们的陪伴。主，我们这一生都要知道，主你是唯一的真神。我们这一生都要努力的追随你，哪怕遇到这世界上不好的事情，主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用你基督的爱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主，再一次感谢你，也将我们今天的聚会放在你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现在奉献，我们请服侍的同工。我们一起做奉献祷告。主啊，再一次感谢你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
主祈求你看顾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在人生中都有主你的陪伴，也祈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在接下来的聚会能够聆听主你的话语。我们线上也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先教会消息。我们今天感谢龙兴教会青年牧区许夏斌牧师，等一下会带来信息。我们先拍手，我们一起先谢谢我们的夏斌牧师。好，那愿主继续兼顾他的服事，施恩赐福于他的家庭，在他们所行的路径都滴满恩典的脂油。第二项，各部各团契要在本主日前将2023年的事工报告和2024年事工计划和预算交给干事，那以利我们和会手册的编印。第三项，下主日全教会大扫除和卸除圣诞装饰，请各团契预留时间，不要偷偷请假，配合总务部进行各区域整理。第四项，1月29号下午4点教会会消毒，那1月30号教会不会开放。第五项，2月3号下午2点会召开小会，3点半召开长执会，请长执留意。团契消息，本主日是圣歌队举办年度退休会，所以2位牧师跟干事都有一同前往，那地点在南投。第二点，1月27号下午3点有妇女团契的聚会，内容是手作教学、甜式辣椒酱，报名费有100元。欢迎有兴趣的姐妹参加。那奉献明细，请我们自己来看。接下来，圣经是今天的圣经记在创世纪第4章1到8节。第1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第2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谋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讲到我们今天请夏斌牧师，他的题目是线上敬拜。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里礼拜哈。我是荣兴长老教会的青年牧区的牧师。那其实我已经来过好多遍了，所以大家应该对我也不是那么的陌生。那其实我对于建成教会的认识呢，其实最开始让我，当然我是先认识一杰哥，你们的牧师，那他是我在神学院的大哥。所以我才有机会来到建成教会。但我对建成教会其实，第一个印象其实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你们的建成乐团。对，就是我觉得你们的乐团好厉害，然后大家都好全才每一个乐手、每一个歌手都很厉害，而且你们不止建成乐团厉害，还会写歌，然后你们还会自己创作，而且每一首诗歌都充满了生命力，都充满了感动力。那再来呢，我第二个经验的建成的经验就是你们的诗班，
长辈的那个圣歌队，我也都觉得好厉害哦。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教会的诗班有点弱，对，没有录影啊，所以我每次来听到你们的诗班，有录影哦。其实大家都很棒哦，大家都，对，所以我听到你们献诗，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诗班在练诗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止鱼那个地方哦，然后我就在拍影像，然后丢回去给我们的青年看，都觉得哇，你们的诗班也很厉害。我觉得上帝在建成教会真的有一个敬拜的产业，特别刚刚我要很谢谢宇翔执事带的敬拜。我刚刚在那边敬拜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乐团、你们的敬拜，带下上帝的同在跟恩膏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所以好不好？我想一开始我们先拍手给我们教会一个掌声，好不好？鼓励一下我们的教会。那其实今天也很有意思，今天其实我想要跳到我的题目，怎么又帮我跳回去原来的经文？没关系，我来控制就好了哈。今天呢，我也从这个经文里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题目，叫做线上敬拜。特别我们刚刚也一起敬拜了，对不对？我们都一起敬拜了哈。那我想要一起来探讨这个主题。那敬拜，其实敬拜呢，好像似乎是我们每一场主日，我们每一次团契的聚会、小组的聚会，或者是祷告会，或者是长执会，我们可能一开始都一定会有的一个流程。其实整个敬拜呢，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个环节，因为很多人在敬拜的里面，我们好像遇见了主，我们感觉到有一个温暖，有一个热流，有一个感动，在我们里面好像生发出来。而且我们很多人也会在敬拜的里面就得着了医治，得着了充满，也得着了释放。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多一点点来探讨什么叫做敬拜，就是到底敬拜是什么？敬拜一定是2首快歌，再加上2首慢歌，然后中间再加上一些串场的话语，或者是祷告，就这个样子吗？还是说敬拜呢？快歌一定要跳起来拍手，然后慢歌你一定要高举你的双手，然后有的时候再流2滴眼泪，没有的话就用口水。这个叫做敬拜吗？但是我也听过，也有人这么分析说，敬拜就是一个很激动人心、很感动人的音乐，然后一定要有那个技术很高超的乐手，然后还要有唱歌声音很美妙的歌手，这个就叫做敬拜。其实我们听到这边，我们觉得好像是，但是好像又不完全的是。今天的主题叫做线上敬拜，但是我们就一起来思考，到底我们线上的是什么呢？而我这个人有一个敬拜的生活吗？到底什么是敬拜？唱歌就等同是敬拜吗？音乐旋律就叫做敬拜吗？其实敬拜在英文里面叫做 worship。那 worship 这个字其实是由2个字所组成的，一个是 worth， 一个是 ship。而 worth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英文里面表达了，它是一个值得的意思，是一个具有价值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从英文的语境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敬拜其实就是将神应该有的价值归给他。敬拜应该就是我们肯定这一位对象，他是值得我们敬重，值得我们尊荣，值得我们尊崇的。然而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圣经旧约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新约是用希腊文所写。在敬拜这个字，不管是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其实它都有一个内涵的意思，叫做俯伏，叫做俯伏，意思是我在什么东西面前俯伏。其实俯伏听起来很单纯，对不对？但是做起来非常的特殊哦。为什么？俯伏的意思就是站上来，大家比较看得到。俯伏不是只是站着，俯伏应该是跪着，可能还不只是跪着哦，还要趴下。俯伏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而敬拜这个字的俯伏的意思，就是你在什么面前俯伏。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其实我要站在这边匍匐，我在家已经练了5次了，因为我们今年40几岁了哦，那个腰杆子其实也没有这么软了哦。所以刚看我，而且又胖了哦，这声音衣服又很合身，所以如果没有练习，可能就破开了。所以匍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敬拜在不管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原文都有这个匍匐的意思，这个叫做敬拜。其实当我们谈到这边，我们就觉得敬拜是什么？敬拜其实就是人对上帝一个最贴切的回应。所以敬拜，既然如果是对上帝一个很贴切的回应，那我们要说敬拜不应该只是礼拜天的事情，而且也不应该只是礼拜天早上这一下下1个小时的事情。敬拜应该就要成为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应该就要是敬拜。真正的敬拜是什么？不是礼拜天我练个团来这里唱2首歌，掉2滴眼泪，拍一下手。敬拜，真正的敬拜应该是我们要在生活的当中来荣耀上帝，在生活的当中使上帝得着荣耀，那就叫做敬拜。敬拜也就是敬拜者跟接受敬拜者之间的一个互动。今天的经文哦，在创世纪的第4章1到8节，我自己这样子认知，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创世纪是圣经里面的第1卷书。它又记载在第4章哦。我要说，我觉得这个经文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的第1场敬拜。我们来看看这个第1场敬拜的场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们要看今天所发生的事，来一起学习敬拜是什么。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敬拜是什么，从这里面我们看见敬拜是什么。敬拜应该是敬拜，也就是我们需要献上最好的来给神，把我们献上的让我们的敬拜可以来荣耀神。我就分3点来谈。第一个就是什么是敬拜？敬拜就是我们应当要献上最好的。怎么说呢？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第3节跟第4节的 A 段，这里就说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来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的羊群里面头生的跟羊的脂油来献上。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见有2个人，一个人叫做该隐，一个人叫做亚伯。他们2个人都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他们的礼物来给神，是不是这个样子？我可以说这样解释：我们今天在场的所有的人，我们都来到神的殿中，献上我们的礼物。但是很有意思，是我们看见这2个人都献礼物给神，但我也要问一个问题是：都来献礼物，但是献上什么东西有差吗？有的人献时间，有的人献金钱，有的人献他家里最宝贵的东西，有的人献孩子，有的人每个人献的不一样，但是所献的东西有没有差？我们看见该隐跟亚伯。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2个人都把他们所得到的财货来献给上帝。但是很奇怪，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一个人蒙悦纳，亚伯蒙悦纳哦；一个人不蒙悦纳，该隐不蒙悦纳哦。为什么？一样都献礼物啊，不是没献呢。都有献呢，但是为什么亚伯蒙悦纳，该隐没有蒙悦纳呢？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该隐他是种地的，他把他地里的出产拿来献给神。亚伯是牧羊的，但是圣经说他把他头生的来献给神，还有把羊的脂油来献给神。如果就数字上面来看，感觉一个献一个，有一个献2个，可以这样说吗？但是是数字大，所以比较优胜吗？其实如果以圣经的解释，其实头生的跟羊的脂油是一起的啦，所以其实是1比1，所以问题也不出在于多跟少。但是你看哦，如果我们看什么是头生的，头生常常指的就是长子，对不对？是长子，是最优先的，是一个长子。所以这里其实好像在暗示我们一件事情。牧羊的亚伯，
他一有收获的时候，他就立马给他献上。他一有收获的时候，他就给他献给上帝。而且这个羊的脂油，在原文的意思，大家可能不喜欢油，因为油胖胖的不好，对不对？可是其实羊的脂油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指的是上选的，是最好的部分。这个地方我们怎么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5A 和牛？有吗？有的人有吃过，我是没吃过，因为吃不起。因为5A 和牛很贵啊。5A 和牛就是那个油花分布最均匀、最香的地方。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感觉到，其实脂油，真的是高档货5A 和牛的概念哦。所以这个油讲的是最好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牧羊的这个献上脂油、献上最好的这种概念，放在该隐，如果他是种地来比较的话，他应该要说他所献上的土产应该要是最丰富的，而且应该要是最好的出产。但是经文里面却只是简简单单说该隐拿的是地里的出产，但是亚伯献的是头生的羊，还把那个最丰富、最上选的脂油也都来献给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从这里面，我们好像可以感受到亚伯所献的是他对上帝一个真诚的信心。他是献上一个最真诚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感觉献祭一定是代表这个敬拜者要献上他首先的，而且是最好的出产。但是我们看见这边里面讲到亚伯，他真的是好像尽全力的想要来把一切都献给上帝。但是如果跟亚伯所献的礼物来对照来看，该隐所献的那个好像就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地里的出产而已。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敬拜者，他是全心的想要使上帝得着喜悦，但是另外一个敬拜者，他仿佛只是履行他的一个义务，他好像有一点点有限就好了啦。神啊，你看到了，我有来我有打卡咯，我有点，但是他好像展现出一种漫不经心、可有可无。弟兄姐妹，来敬拜上帝，献上什么？有差吗？来跟隔壁的说，真的有差。来跟他讲一下，真的有差。讲一下啊！我想互动一下因为我怕你们会睡着了所以帮我互动一下对，就是有差。圣经里面跟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敬拜神？我们应该要尽心、尽性、尽力来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敬拜？敬拜应该是要献上最好的，好让我们的敬拜可以来荣耀神。第二个，我们来看什么是敬拜。敬拜应该是我们需要明白主的心，意思是我们需要知道主他所在意的是什么啦，好让我们的敬拜可以得着真正的喜悦。我们应该是要，你知道这个，我之前上过一个婚姻辅导的课程就是婚姻夫妻双方那个婚姻辅导的老师说，我们尽量要学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投其所好，不要给己所要。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你应该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你应该要，比如说我是一个先生，或是我是一个男朋友，我应该要站在我女朋友或者是我太太的立场来想，她到底需要什么，而不是一昧的给她不想要的，然后我还觉得那个很重要，那个对她来说就没有达到她的靶心，没有达到她的需求。所以这边讲的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明白上帝他到底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只是把我自以为很重要的给神，可是神可能不在意这些事，那就叫做给己所要，而不是投其所好。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我们要来明白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好让我们的敬拜使主得到喜悦。这边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第4节的 B 段跟第5节，他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跟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跟他的供物。该隐因为耶和华
没有喜悦他的供物，该隐怎么了？大大发怒然后也变了脸色。弟兄姐妹，有什么东西是比礼物还要重要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在这一小点我们要来思考的。有什么东西是比礼物还要重要的东西？如果大家想，假设我这只是 I15， 这只是 I15 是现在最夯的，对不对？如果我现在买了一只 I15， 要送给我的老婆，然后我就把 I15 拿给她说，take 啦，送你啦，好啊赢啦，你觉得这样子我老婆会不会开心？不会开心但是这个 I15 很贵呢，3万块上下呢，这么贵重的礼物，我老婆怎么会不开心？为什么？哪里出问题？我这个人出问题，对不对？我的态度有病哦。就是我跟你讲，其实我可以不用买 I15， 我只要去那边买提拉米苏的蛋糕，回去然后跟我老婆说，哦，水某，我爱你爱到不能够自己，我早上跑到建成教会，我好痛苦，因为我没有看到你，来抱一个亲一个，哦，我爱你爱到一个不行，提拉米苏300多块而已，可是他会开心到不得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什么东西比礼物更重要？我们从这个经文你看他的供物之前是什么？亚伯的名字。看不中他的供物之前是什么？是该隐的名字。从这里我们好像有一点点感受到，每一次在礼物之前都是人先被提到。这边表示什么？这边表示供物的本身，礼物的本身，其实还没有比这个人的态度来得重要。所以弟兄姐妹，献祭不是只是单看礼物啊，献祭者、敬拜者的生命，远远的比供物的本身来得重要。我们看见神看重亚伯，神是先看重亚伯，才看重他的礼物。神是先看不中该隐，才看不中该隐所献的礼物。其实我们从该隐对神没有看重他的礼物而带出来的那个反应，就可以明白，我们看见该隐其实他是缺乏信心，而且该隐呢，他还因为嫉妒他的兄弟亚伯被上帝接纳，非常的生气，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怒气，这个变脸，其实就反映出来，该隐其实他不是一个谦卑儿女应该要有的样子。神也很可爱神在这个时刻也出面来提醒他，来警告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发怒跟变了脸色，常常是我们外表的行为，是一个外表的现象。其实神在问该隐说：“该隐啊，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脸？”其实神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仿佛也在提醒该隐说：“你的内心到底怎么了？你的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见亚伯是献他所有的里面最好的，而该隐只是献他生命生活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而当上帝拒绝该隐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惭愧耶，他的反应是愤怒，他的反应有点像是更小灯想起。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更能够让我们明白，该隐他在奉献的时候，或者他在敬拜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态是有一些问题，所以他的脸变了色，他的脸沉了下来，掉了下来，甚至是垂头丧气。其实从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上帝拒绝人
或者是悦纳人，不只是看供物，不只是看礼物。上帝在看礼物之前，更在意的其实是我们这一个人。比起礼物，上帝更在意是我们这个人。比起我们唱什么歌，比起我们怎么唱，上帝更在意的是我们这一个人。所以撒母耳记上16章的第7节就跟我们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上帝他是看我们的内心。因为外貌可不可以装？可以啊。很多人是道貌岸然，外面很漂亮很华丽，可是心里面一肚子鬼。人可能看不出来，但是神看不看得出来？上帝清清楚楚啊！弟兄姐妹，什么是敬拜？敬拜应该是要献上最好的，给上帝，让敬拜得荣耀。敬拜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我们要明白主他在意的是什么。其实耶和华上帝比起看我们的外貌，他更看重我们的内心。但不代表我们的外貌就要弄得邋里邋遢的。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干净，外面自然而然会干净。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先理清楚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干净，因为神更在意的是我们的里面。如果硬要做一个优先次序的话，我要说，我们先把我们里面弄干净，我们外面也自然而然会干净。其实这很像一个杯子理论哦。什么是杯子理论？大家应该都有，不管是马克杯或者是啤酒杯的那种经验。我们在洗这个杯子的时候，如果你只是洗外面，洗干净了，里面不干净，那这个杯子一样是不干净。但是有洗碗经验的人应该知道，洗这个杯子，我们应该是拿那个洗碗棉菜瓜布放进去杯子里面，开始转。我们开始转，然后指尖如果可以往那个边边吐，还是要吐一下。然后这样转，你转的时候，你不止这只手转，这只手也会转。那个时候，其实你的手都是泡泡。所以你知道你在洗里面的时候，外面常常其实也就一起被洗到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自己常常期许我，不要一直在意外面的装饰怎么样，其实更要问自己，我的内心长得如何？让我们明白主的心，因为主更看重我们的内心。第三个敬拜是什么？敬拜应该是要制服我们的罪恶，制服我们的私欲，好让我们的敬拜可以蒙上帝的悦纳。这边的经文我们看到在第6节一直到第7节这么说：该隐因为他所献的礼物没有蒙悦纳，所以他就生气，就发怒。但是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脸呢？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如果行得不好，罪他就埋伏在你的门前。”这个感觉很有图像，有没有？罪很像野兽，很像狮子，就在你的门前，随时要吞吃你。他说他要恋慕你，恋慕你是什么？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之前有一个广告胆固醇？有没有一直抱着一个那个人好像就这样子抱着你，黏着你。然后他说他要恋慕你，但是你却要怎样制服他？你可不可以制服罪？可以的哦，人是有权柄可以制服罪的哦。我们发现这边呢，制服罪恶，其实就是我们敬拜能不能够蒙悦纳的关键。弟兄姐妹，罪恶它常常在我们的门前，在路口，想要来抓我们，想要来攻击我们，想要来吞吃我们。但是圣经说，如果我们行得好，就可以蒙悦纳；但是如果我们行不好，这个罪它就要来恋慕你，要来制服你。其实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知道，其实当亚当跟夏娃他们接受了蛇的引诱，蛇的引诱之后，
他们就吃下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他们吃下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那个不顺服就进入到他的生命，那个悖逆就进入到他们的生命，那个爱世界、爱自己、自私、不爱神，就进到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可以这么说，当他们吃下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罪恶就开始对人的生命产生了影响。亚当跟夏娃是我们的人的始祖啊，那个罪对他们产生影响，一直到现在，其实罪恶、私欲、贪恋，都对着我们产生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是这个样子，因此，如果我们忽视罪恶，就会使我们的敬拜没有果效。其实，我们从该隐跟亚伯的生命故事里面，我们发现，罪恶不是只是对该隐来发动，罪恶一定也有对亚伯来发动。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说，但是我们从人生、人性、人的经历里面，我们知道罪恶对该隐发动，不会没有对亚伯发动。为什么？因为罪恶也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来发动，不是这样吗？所以罪恶一定对该隐有发动，也一定对亚伯有发动。每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是无一幸免的。但是，我们怎么回应罪恶，结果可能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罪恶，就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果。罪恶想要引诱我们，想要来抓住我们，但是圣经说，如果你行得好，你就能够制服罪恶。我们看见该隐的怒气表现在他的脸上，对不对？该隐生气了，但是如果他真的行得好，这一切都将会有改变的。如果该隐行不好，照神所说的，照我们人生的经验就是这样，罪一定会胜过我们。该隐的怒气，该隐的发怒，该隐的变脸，使罪进到他的里面，让他被影响了。其实，如果以我们人生的经验来看，该隐他应该是可以有选择的，是不是？罪对他来发动，他可以选择让罪来抓住他，又或者他可以选择抵挡罪恶，让罪恶不来影响他。其实该隐是可以有选择的，他不一定是坐以待毙啊，他可以有力量去制服罪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当我们的敬拜行不好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有问题的时候，上帝来提醒我们，上帝来劝勉我们。如果我们接受提醒，而且后悔的去改变，那就叫做行得好，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悦纳，以至于我们可以抬起头来，以至于我们可以昂首阔步，活出一个笑容出来。反之，如果我们经历上帝的提醒跟劝勉，但是我们的回应是生气，我们是不高兴，然后又不去制服那个怒气，任凭罪恶在我们身上摆布，那我们就真的被罪恶给管辖了。如果我们不去制服罪恶，不去制服私欲，不去制服悖逆，我们的敬拜就不会蒙悦纳。那个时候，我们的敬拜就叫做白忙一场了。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怒气的时候，那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制服这个怒气？还是我们让这个怒气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以弗所书里面跟我们说，生气却不要犯罪。意思是人都会在情绪上面被影响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被这个怒气抓住啊。所以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也不要含怒到日落。每一个有结过婚的人应该都知道，夫妻相处是一天24小时的，会不会有被得罪的时候？会啊。你知道我刚结婚的时候，我一开始想说超浪漫的，两个相爱的人可以每天在一起，太棒了。第二天我就后悔了，为什么？我发现我无所遁形我没有办法躲藏为什么？第二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婆不愉快，我就生气，我们就吵架。
而且我们结婚前吵架，我是怎样？我是冷战。来跟隔壁的男生说不要冷战。趁这个机会讲，平常你不能讲现在在讲，不要冷战啊！冷战是最愚蠢的一个行为。我婚前我就是冷战，我婚后之后我面对冲突，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智慧，所以我只好冷战。我怎么冷战呢？我就不讲话，臭脸。然后我老婆想要来跟我对话，想要讨好我，她一走过来，我就走过去。然后她走到这边，我再走到那边。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我在书房，她就走来书房要跟我沟通，然后我就走到客厅，然后我走到客厅，她又走到客厅要来跟我沟通，我就走到房间，我走到房间，她又走到房间来找我，然后我就想说我还可以去哪里？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生气，但是如果我选择不面对，我就是逃到哪里都不是人。我后来也没有隔天就懂了，我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知道，其实会生气在所难免，但是成熟的人是知道怎么去面对，成熟的人是知道怎么样去制服那个怒气跟制服那个罪恶。我后来学会一件事情，就是我每次再一次跟我老婆不愉快的时候，我不是冷战，我是跟我老婆说，你给我几分钟，让我可以去处理一下我自己的怒气。所以每次我后来跟我老婆不愉快的时候，我就会到我的书桌坐着，闭起我的眼睛，然后我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现在这个气氛好可怕，好难受哦。明明那个就是我最爱的人，可是他讲话超臭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帮助我。你知道我几次试过这个经验之后，我仿佛听到神跟我说：你就接纳他，你就爱他，你要释出善意，就像你很恶心，我还是爱你一样。上帝也是这样对我们嘛，对不对？我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就是在粪堆里面被救拔起来的，我在晒里面呢，上帝还接纳我。我老婆只不过也没有真的要跟我吵架，只是意见跟我不一样，我在气什么？所以我后来就学会一件事情，就先道歉嘛，因为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既然神你都救我成为你的儿子，那你就帮助我去和睦。你知道这个超难的，但是我要去制服他。我后来就学会这件事，然后我就站起来，然后走到我老婆的面前，就跟她说：老婆，抱一个，因为我觉得很尴尬嘛，就抱一个。对不起，我猪头。他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对你猪头。可是在这个当下，你对我猪头，请你原谅我，我错了。我跟你讲，那个时刻当一下下猪头，可以买你一整天的清净。男人们，聪明一点。这是我经历了无数的眼泪所学会的功课。跟隔壁的说你赚到了，讲一下，真的，弟兄姐妹，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在学一件事，就是我在制服我生命里面的那一个爱面子，我在制服我生命里面的那个自以为是，我在制服我生命里面那一个怒气，因为如果我这个时刻我不学会制服我生命的那个怒气，我就是被他抓住了，然后这个罪就辖制我了，这个罪就恋慕我，抓紧我。我跟你讲，这个接下来是不得了的哦，没事还没事，如果一个不小心，后面可能会擦枪走火哦，后面可能就是你可能要买 Chanel 的包包，或者是什么包20几万、30几万才能够解决的事哦。更惨，你可能就要签字，很多东西。所以弟兄姐妹，
你知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在敬拜里面，让我们来学习。罪恶其实时常想要抓住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在罪面前无能为力，我们是可以依靠上帝给我们力量来面对这一切的事情。神喜悦的敬拜其实是很讲究的，它是让我们知道要献上最好的，而且我们要明白主的心，主在意的是我这一个人。第三个是罪恶常常来吞吃我们，但是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属灵军装。我们没有这么软弱，没有这么容易轻易被打败的。可能我没力气，但是我可以来呼求主，求主的帮忙，因为我们跟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还有力量，我们还有帮助。我要请敬拜团上来了，我们待会唱刚刚那一首诗歌，第3首诗歌，我们待会一起来祷告。那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今天有许多的人都说我们在敬拜神，但是我们却对真理可能一无所知，又或者我们对神的话语有那个错误的认知。其实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只会让我们的敬拜可能成为那个私欲的敬拜。一个真实的敬拜神的人，应该是有真理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然我们在敬拜谁，我们都搞不清楚。又或者我们为什么要敬拜，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耶稣说，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这个诚实心灵还可以了解，心灵就是用我们的灵，用我们的真心，用我们的真诚。而那个诚实是什么？诚实在原文里的讲的就是真理，就是我们需要按着神的话，按着神的道，按着神的法则来敬拜他，这个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正确的生命，也可以帮助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敬拜他。神所要的祭在诗篇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弟兄姐妹，接下来我想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敬拜神，可不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就是我是预备好自己，预备好礼物，要来献给神。第二个是我要把我自己当作礼物来献给神，让我成为一个对的礼物。第三个是我也愿意调整好我自己，不让罪恶抓住我。神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乐意来改变，来调整，来成为他的喜悦。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再来敬拜，我们来宣告，耶稣是宇宙的中心，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就一起来敬拜他，开口来敬拜他，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再一次，宇宙的中心，敬拜他。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是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万物都本于你，归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耶稣降临在这里。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君王降临，荣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从头再来敬拜他，宣告耶稣，你是宇宙的中心，你是世
世界的中心，你是我生命的中心。开口来敬拜他。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耶稣，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着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不敢欢迎再次欢迎主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欢迎，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着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耶稣耶圣洁的名，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不敢欢迎君王降临。弟兄姐妹，要不要这个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欢迎耶稣降临在我们当中，欢迎耶稣悦纳我们的敬拜，欢迎耶稣悦纳我们这个人向他所献上的一切。好不好？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跟耶稣说：耶稣啊，我何等的欢迎你，我何等的需要你，我何等的想要把荣耀都归给你。开口来祷告，是的，耶稣啊，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耶稣，我们欢迎你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耶稣啊，我们欢迎你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当中行你的旨意，在我们的当中眺望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好让我们的敬拜蒙你的悦纳，好让我们的敬拜得你的喜悦。主要帮助你的儿女，今天在你的殿中，当我们大大的向你祷告，当我们大大向你赞美的时候，主，我们是献上我们的全心，我们是献上我们的全人，我们是献上我们的全所有。我要讨你的喜悦，主圣灵你再次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圣灵你再次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来悦纳我们的敬拜，来悦纳我们的赞美，来悦纳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要向你大大的来张口，我们就必大大的充满来赞美你。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大大张口，大大充满，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高如雨，浇灌我们，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容颜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着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
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是的，神啊，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愿你翻转我们的生命，愿你震动我们的生命，主啊，你激发我们对你那一个圣洁的热情，主啊，让我们渴慕来敬拜你，让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是有根有基的，让我们所献上的敬拜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那个漫不经心的，乃是神啊，我们知道你真实的在我们的当中，并且神啊，你要来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以至于我们可以同心的来高举你的名，来高举你圣洁的名。主啊，每当我们向你大大张口的时候，主啊，愿你就大大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恩膏我们每一个人，让建成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那一个圣洁的敬拜者，让我们建成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那一个圣洁的祷告者，让我们都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器皿，要来敬拜你，要来荣耀你。让我们今天听了你的道，主深知我们切慕亚伯那一般的敬拜，让我们小心也预防不要走向该隐那样子的敬拜。让我们对你的敬拜是全心的，让我们对你的敬拜是预备好自己的，让我们对你的敬拜主要是不让那个罪恶私欲来辖制我们的生命的，因为我们乐意走上合你所喜悦的那条道路。祝福建成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都一同成为讨神喜悦的敬拜者。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把荣耀、颂赞、爱戴都来归给你。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也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这样子祷告敬拜，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好。接下来唱最后一首歌，带着回家，拍手，希望大家都可以带着喜乐、平安、恩典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大家一起看啊！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哎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哎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啊！你是我最爱的父爸爸。我们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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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欢迎来到这边结束。会后可以互相交易请安，楼下今天有海鲜粥，大家可以去享用。